那才拄啊好，而且伊当着天狗吞日的。真是踏破铁的无觅处，你来专的无费功夫。想要靠我竟然当伫遮无意中，发觉到千年再生草。姑娘，姑娘，叔，奇怪，这人哪昏倒伫遮咧？相公，药来啊！进，我来。救啊！有救啊！相公，伊是安怎？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总算无代志。伊啉了我精心调配花魂再生汤，总算无代志啊。啊，毋过伊吐遐尼侪火，那这你就毋捌。这花魂再生汤，那是我几啊当前好不容易得到的千年花魂草，加上我最近办到的再生草，两款药材调配而成，啉了以后，一定会口吐鲜的药气贯穿伊的体内，所以这个师傅有救我啦。门站起来，师傅，你小门站起来。你是？在下名叫洪少年，迄一日伫山骹下发觉到师傅你，所以才将你救回来。你已经昏迷7天7夜安尼。什么呀？7天7夜？是啊，这7天7夜拢是用到相公咧照顾你，要若无吼，你早着。药花，师傅，救人原本就是我一生应该尽的责任，何况嘛得迄天拄好办到药草，这拢应该感谢天公伯来保庇。哎，无咯，花生我应该感谢恁两位才对啊。对啦，洪大夫啊，还有另外一位，师傅，你是讲另外迄个姑娘是？啊，姑娘啊？啊，对了，姑娘啊，啊来人咧哈。哦，伊伫咧另外一间房间内。哦，对啦，师傅，为什么你感觉会受伤呢？我衰啊！我知影有天狗吞日，我想要走去味，搁拄着袁秀人，还有位白灵啊。白灵，师傅，你讲的敢是迄位姑娘？无唔对啊，伊本来啊是想讲要走来甲我通风报信，才会知影花生我煞来连累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师傅，你既然是出家人，哪会阁甲人结冤仇咧？玉华，你哪使对师傅讲这款话啊？不要紧，尊夫人只不过是做人较直的，花生我袂囥在心内。哦，对啦，师傅，唔知你是住伫倒一间寺庙？啊？花生我即摆真正是大闹鬼，连名都袂用个背。这讲起来吼，话头长啦，这要讲啊讲袂了。啊，总讲一句，你甲我有缘，啊，这救命之恩这，让我以后才报。啊，花生我吼，啊，搁有淡薄代志，要先来走一步。啊，迄姑娘啊，就麻烦恁两个替我照顾者。师傅，你的身体未完全复原，你千万唔通胡乱颠动啊！多谢你的好意啊，花生我爱赶紧转去啊，万不幸我迄冤仇人对我时来不利，那安尼花生我就麻烦了。所以讲，我爱赶紧转去看者，我才会安心。既然师傅安尼讲，安尼请师傅放心，迄位姑娘我会尽心甲照顾。结济。师傅，你是看做啥物心？
尊夫人印堂翻乌，恐惊今日中有何人头啊？什么啊？师傅，你讲我娘囝最近的叶树林条，就是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夫人，回想我奉劝你一句话，今日中不可多管闲事，还佫有恁两个翁仔某，上好是唔通冤家，以免遗憾终身，了解吗？师傅，这你放心啦，阮相公对我非常疼爱，阮两人结婚到即摆，还佫唔捌冤家咧。是啊，我娘囝对我遮尔好，我若甘含冤家啦。但是师傅，有一点你讲了真准啊，伊这爱管婴仔事的毛病吼，是应该好好改一个。好嘛，这几工佫尽量莫管婴仔事个吃啊。啊，毋过人讲是好，毋是好，是好是骗袂过。师傅，你讲对无？这，回想我相信好人有好报，家人自有天相。恁两个翁仔某相信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多谢师傅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是恁两个救回想我一命，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才是啊。不过你千万爱记，今日中不可多管闲事啊。啊，对啦，恁伫遮吼小开讲一下，我去看迄个白姑娘吼。阿弥陀佛。姑娘，你的伤还袂好，唔通起来。这遮是倒位？我哪伫咧遮咧？阮相公是一位大夫，叫做洪少良，我叫做玉华。是阮相公迄天去山顶采药时阵，看到你，才甲你救回来。除了你，还佫有一位和尚咧。曹和尚，伊人咧？伊的伤比你搁较轻，而且真奇怪，伊复原的情形实在互人想袂到，敢若已经无代志共款。伊当然无代志，因为伊是是啥物？无啦。来，姑娘，你先坐咧。来，这药也给你。这是这是阮相公几年前得到的花薰草。迄空伫山顶无意中，佫采到再生草，就是这两丛药草才甲你救起来。所以阮相公佫开始两味药草炼成花薰再生汤。是安尼啊？是讲遮尔珍贵的药草，你佫甘互我啉，是会足感动的。袂要紧啦，姑娘。这采定的药草本来就是来救人啊，唔救恁，嘛得要救别人，算起来是咱有缘。是啦，你心肝足好的，我相信天公伯吼一定会保庇你的。我想到啦，南山岭有一丛朱叶翠花，即马还袂熟，等若熟吼，我才摆来送你。朱叶翠花，我哪毋捌听过。伊比花薰甲再生搁较有效，若有机会吼，我一定家办来送互你的。唔免客气啦，咱嘛是咱有缘分。佮再讲，这花薰再生汤还佫有两份伫咧，嘛是共款爱救人啊，一切都会随缘啦。是啦是啦，一切随缘啦。参像你心肝遮尔好哦，我相信上天一定保庇你平安顺遂的。来，今日。姑娘，你精神啊！白灵多谢恩公相救。不敢不敢，救人原本就是我医生应该尽的本分。白姑娘，你唔免遮客气啦。恩公，我看你甲夫人遮尔恩爱，你会当长搁遮尔看，哎呀，我看到吼足欣赏的啦。本来是无啥物啦，只是阮相公你做我食醋的。我若无爱你，我哪会嫉妒你？我若无疼惜你，我哪会食醋？白姑娘，你讲是毋是？是是是。今仔日受到恁夫妻安尼甲我相救，希望后摆有机会我会当报恩。告辞。玉华，伊是啥物吼，拢不要紧啦。上重要是咱咧真心救人。
想讲讲的是，不管是人、是神，也是动物，只要是有生命的，咱都应该爱救。对对对。玉华，我翁少良真是三生有幸，开当得到你这好贤妻啊！我嘛是真侪小好香。哦，对啦，拄我迄个师傅吼，我伫咧想吼，伊绝对毋是普通的人，伊交代讲叫你爱小心，你得千万爱会记的呢。是，相公，那安尼，你的脾气嘛小可改一下哦。是，遵命。哦，对啦，我等下吼想要将遐剩的花薰草吼，甲再生汤炼做汤圆，啊麻烦贤妻你甲我看卖，啊我小等下想要来恁兜呢。你阮兜创啥物？你袂记啊？咱顶蛇彼万一的半途中，我有将一寡药草放伫恁兜啊，啊我小等下吼要来将遐药草拢摕转来啊。那安尼，互我转去摕好啊。安尼，我可以再熟扫较阿丁仔甲安尔。这好啊啦，莫搁坐啊，遐啊，你爱伫咧厝的，好我甲药仔顾好，毋才对。玉华，天要暗啊，你来洗脸呢？当嘞，今伫个这树啊，这跳到，对，就是这张，赶紧跳到，啊，给你的药到，紧嘞，哈哈哈，当然没有，终算来一个交代，赶紧死，我得要倒台，对。别死，姑娘，别让我看啦！姑娘，是啥物代志，互你想袂开咧？让我死啊！姑娘，你莫哭，吼！我叫做玉华，你着叫玉华姐啊。来，甲我讲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？我会使给你斗相共无？玉姐，我今日已经是糟蹋我了，我才。但是是安尼，今仔知影，阮后母叫我摕3两银，去互阮弟弟交学费。毋过伫破路的时阵，我甲伊碰见啊！我叫我转去，会阮后母拍死，所以我毋知。原来是安尼。有啥小可代志就要自杀，实在是过无计办。来，玉华姐啊，车，啊，搁有5两银子咧，你先摕转去，咱明仔载去帮你小弟交学费，哈。你紧收起。玉姐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天别做暗啊，你紧转去，哈。玉姐啊，你人这么好，相信天公伯一定会保庇你的。拢是你，我等明仔再来一个，基本拢互你破坏了。这笔小，我一定要甲你讨。命，我一定要来讨你的命。